所以，各位各位昨天今天大家晚安。咱是今2月5号，今天曾教授3月10号来开机这如何编译时间上的管理。我刚想说时间管理时间毕竟今天会员变成叫里面这些时间上管理的时候，你家己免安排你家己的工作，因为时间你总是袂当互你去管理，因为伊是按照整个程序来行，所以2月始终。咱们刚想说，咱为咱生出来，已经是咱嘛已经是对不了。所以这个时间管理内底当中，咱是毋是把咱整个时间内底当中安排得上好势？所以透过蔡教授讲讲，咱伫这个人生过程内底当中，里面咱是时间从活去做意义，过去做计划。当然，你要善于去管理。咱头昨暝礼拜，有好时间会班，伊讲到班开选了后，当然伊这个时候叫做老师请你好掉，叫做我嘛请你好掉。但是呢，听到老师请你好掉是话题，咱去回想着2年前我8月10号。8月10号呢，咱师尊为康70周年纪念日，所以透过这一句老师请讲过程，去受的话题。当然从老师的呼唤，过去，咱老师就来呼唤的这救星，无论咱的天边海角，伊嘛要去找人要去咱带动。伫咧当中，咱去想着讲，像这本书，伊嘛是规划我10年。虽然师尊交代因为伊规划7年，但像这本书已经规划10年。伫迄个10年内底当中，咱一个回想，时间实，因为一定就流走了10年。所以到底这个10年内底当中，不知不觉。咱若如何来想这10年时间，咱10年一定无去。所以咱透过过去，咱像这本书，因为背着慈悲走，迄个书人当然伊阵过去来到咱爱上，伫迄点个当中，我听讲，迄阵行人会要行迄个舞台，迄阵。行要去点着道很怪，伊就行袂行，爱人吵。咱好往常，迄阵一了是伊变迄个，但是咱敢想讲，咱现在每一个人身体足健康，咱每一个人后壁的岁月当做彩色，是毋是咱把咱今日？身体健康后壁，咱的岁月彩色的这个时间，咱要安怎去家做一个好个规划，好个设计。伊来讲，伊做件事，你无去时间上的管理，时间不比你管理，时间对你管理，你来管理的时间。所以你管理的时间就是讲。你做好，你有时间上的管理，你时间上安排好势，你无浪费，你没有浪费，
就是管理时间。现在你的时间都叫落，但是伊嘛是照你过。24小时有叫24小时，伊无加一分无加一秒，所以你们知影当中，人生咱要安怎做好家己规划咧家己，要安怎家己做一个做计划，要甲家己创造一个做意义，要甲家己创造这个真正咱不留不白人世上半不白过时光，这是你咱世人咧找一个方法，所以咧话一个感受的讲，因为咱爱笑，像咱讲的这种恶，因为可能咱未来无会上，咱会创办这个制造，这相关的工作的议题。我想讲的，这国家法律有交代，咱如何去善用交代咱这个权利，这个花球权，咱若无好啊，让这个道德交代，咱若无好啊，去共管理，咱若怎讲协安尼，咱说到10年过，咱延长2、3年。20年过，咱已经当了20年，咱已经当过20年时间，咱若当10年时间，咱就一定感受讲，咱有性人，当然咱知影，过去伊个性能这个但是已经将近20年，过去咱回顾着过去10年岁月，咱等于做一老师，拢去了咱大了着，拢去看着。现在呢，但是拢去在世、法师、有位师，拢去处理着，这嘛是一个事实。但是咱我有感受，老啥物长个当中，伊伫管理职场当中，咱道德方对这个人有做啥物？这是咱头一点咧思考的反向一件代志。咱有做啥物代志？目标咱有做一个老不他，这个老不他的贡献。这是对老人讲的，是另外一种帮助的部分。伊咱选择来去看海，伊咱选择来辅助，伊咱选择来求助，那袂使。伊去学是对这老人的贡献的，另外一种帮助。咁是安尼，但是心较对老人，所以好感受。人生安尼修完到后边，这段当中上着。是这段，是安怎段？伊一路来，可能经过30年、50年、几十年岁月，但是当中，当伊咧未平时阵，当伊咧无方便的时阵，当伊咧无方便的时，伊这段当中，换咱动手的一辈，有去照顾着后边什么？咱哪会晓？咱哪会晓？你讲你无出来，我无来管。你过去做，你过去代志，起码当中就是你连我做出来，你就会多遐，笑人多听起，笑很多了。所以这话当然可以一个回收着讲，其实都我开交互咱，是不是咱今日摕着这钱来做这个代志？因为透过着这个组织，咱要透过着这个组织来后边来做好后边这个工作。咱无做唔对代志，咱嘛无讲做，这个无意义的代志。所以呢，我一点都不是铸造，我就对，铸造甲创造这个物件，我嘛这个物件是我创造，我嘛这个物件是提升来我自行的，我可以遵循这个放不下的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已经来到我家，做题目。我若要坐这等我做唔啦？是这个话，我若要坐这等我做，我今日就是唔啦。就问你去做这款做这个工作做贵唔对，做贵啊，安尼对。我甲恁囝
来做一下共同啦。啊，咱若要转遐，要转遐，伊袂讲有出互咱食，但是呢，因为为着咱免笑，哦，伊就倒一个甲安怎做处理啦。咱讲起来，当然，一个囝有安怎迄咱嘛不方便去甲伊做一个批判这个代志，啊，咱听无落，啊，袂讲对即个老人，完全是一个，若要甲讲起，应该做用心的关心甲照顾，咱唔敢讲有人无太变成这个心态，所以伊当你讲讲是搿代志。哦，我当去联想，咱爱上老人来，当你一头的啦，有，但当你上面的这个教堂也所写，甲你讲起，拢全老人才所写，因囝袂才所写做这，这是事实啊。但是当因囝袂才所写，当伊出一头的时阵，什么人做这？少年就变成会讲，人食出啊，那个做这行食前貌，虽然你讲来讲，嘛是并且嘛是迄个心态嘛要做变化，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老人有点些惊麻烦，就甲叫甲问，甚至呢就甲得解啊，得解就安怎？简单呢，咱讲天地地地啊，他有嘛是这大人讲是对的，但是食到尾啊，愈食会愈大辛苦，愈食会愈无味，食到尾啊，发白的，我甲你讲，发白的做法，所以我这几日是爱人好成一个大牛尔，一个人。所以讲，迄个人当时就是暗暝去佚佗，当暝去佚佗，当时对所写，当暝掠钱，咱来定要对佚佗，就会做对所写，我发白安尼，我食草啊，伊食草啊，伊阮阿娘去食草，因为伊当时去收水果去甲我两天看唔啥，但是规内底含伊红山红食所写有一个，但佫收出来。那有点无甲他照顾，哦，也能懂。所以这个问题当中，真正咱拢要去重视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板凳？什么叫做修德？所以你板凳修德来讲，咱想咧，就是人加上有效，人人有理。那他又好，人有理，这是咱咧推行一个对社会一个最重要的一块。你想这个是？咱一般的哦，那是在迄个火车里，伊迄个总统府恁个火车当中更大好看，迄个总统府来讲，中华民国有到总会，因为伊的指导这是人人加上有效，人人合理，哦，就是推动净化社会的这种功能，伊嘛是一直的甲伊宣扬。一贯道的宗旨，伊个这个文化。但是你甲想想看，咱这道中进桥的，啊，拄着较瓶颈、较有问题，无人去打这个，无人去去打这个。伊若讲，较早有讲啊，老人家都说了，老人家好玩，一过少了问题。我马上老人家就说，啊，马上老人家好，是什么原理？诶，情况平平。第二道人，人讲结婚讲过去，啊，断者就袂去，哦，啊，断啊过袂去，哦，所以其实老人就这个，但是咱伫老辈就咱第二就要变，但是咱今日相对的就是用这个心态来对咱的中国，后边换咱的好，还是用这个心态来对咱，还是写下，咱超市啊，这个袂啦，比如说来讲。这一个修改的本身的本质来讲，我是感觉，咱一定上好啦，尤其对咱爱情来做起，互咱今日真正
会当替社会、替人、替老人，这个就是要将来做一件代志。我以前讲，自己要提10000块，如今日我10000块我来赞助，咱做这做意义，我是讲10000块你是要做，伊我这个收费哦。我不是哦，我这个赞助哦，收费嘛收费哦。当然，你有这个发心，我会开心。但是因为咱当然你做这个代志，伊是做着请你。你会知影呢？做这个工会，这是一个种冒犯的代志呢，是个老人我这老百姓代志，做伙要看看咱呢。当然，因为讲出来物件，咱都嘛食到，咱嘛考虑。因为人咧这活到因做伙看看咱呢，啊是讲个时阵啊，安怎画面安怎，要当出去讲出来几个物件，甚至讲什么，大家去收到，大家做无闲，啊，咱时间去做这物件，就大家拢做这意见，是无感觉。咱今日就是拢3句话，咱就开始做着传翻。咱既然做对个代志，咱就听这个，咱就开始产生这种冒犯。就马上传翻，就这个工会，总归有无代志啊，3档5档就做对，这个代志我无做。我请问，道中有这个组织，咱无操作，咱社会你想去摸到？迄个到有点点，有点点，人先嘛咧办迄个绿草，社会人咧办绿草，伊咧趁钱。但是咱这是收到这个钱，做着这个代志，唔免了解了钱趁钱。当然，咱今日无要，咱今日大家会支持去做这个代志。当然，这是我的代志，因为可能咱老支持的推动，有迄个咱台湾，咱台湾会。我相信对老人会关心到这个友好，我相信大家拢这条事。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咱个敢于去推动，你是敢于推动，这我是讲，这是一个做对的，因为这嘛是咱各种平台做的工作。对咱的父亲，对咱前辈，咱这父亲是这父亲来做，现在讲，因为时间。比赛淡季，比如讲咱这个老辈，这个一直老辈，我就讲咧，因为咱聊春秋的老兵，经过这2、3年，我一个转去当走，是不是？我去了这聊春秋，然后我就讲聊春秋，因老好听，讲这个代志听，我好这真好，但是咧爱收钱哦，啊不收，咱是唔来哦。我讲诶，当然恁在这食领导，较些领导，嘛途中，咱来安排一寡，这有装有行政人员专门来处理这代志，所以一定是按照咱老人在晚年当中贵了一个尊严，贵了嘛袂多了，所以现在叫咱老人，我就想看着啥物人，看着迄个周先生。这就叫先生建造去阿达来遐，阿达来遐坐。阿达来坐，做弄出来的小鱼咧，道理有遐当然伊更加伊些，主话袂歹，有请人个，所以呢，伊在这个理念当中，如果你若设定的这个制度，设定这个未来的，我相信未来咱坚定来讲。因为道场当然甲道场，这是一个，这个善团体，这嘛是一个正向，互伊老年当中，这个心有一个清净，这个心有一个意义，这个心有一个安宁，要这样无问题。甚至当中，伫这个晚年当中伊的心还是不一样，所以这嘛是咱真正爱做的工作。所以我讲，因为。当然，因为咱咧做这个工会，当然我有透过面向，来做这个实质上的架构的一个处理。我是有咧想着讲，我们先
像一个主任，2个，2个工作人员，一个督办，是一个飞车，但是村无够，用咱高中动手来做2工来做配合，先把这2件做。因为咱高中毋是新生向只有新生2只，安尼讲，因为咱走较伫医疗性质，咱本来就是一个组织，这种中央的导进，咱的导进倒来咱个所在，医院交钱互咱，咱弄啊，咱来写感谢信，因为伊算报酬，毋是伊，咱毋是咧个收钱，毋是伊算伊报酬，安尼就咱讲无问题。所以呢，以后我希望讲即件行业，咱大家有一个理解，但是我希望讲。当然，因为有参加导进，拢来做2工多，但是咱来咱真正，请一个较无导进，较会使来配合，当然咱嘛是薪水有领，这应该是薪水有领，所以呢，咱用着这钱，收的这钱来做这行业，透过咱这个组织，透过咱这个平台来做这代志。所以咱来讲，甚至咱未来外口，若无亲口，伊若甲咱只所信，若要甲咱相处，这嘛是咱才能得亲，嘛咱成功得亲的一个好机会。所以用这个行业对培养能力啦，所以去伫个当中。